主播当爸跟抗争，俺那一经营。大家好，我是雍吉。藏历新年来临之际，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安康，阖家欢乐，罗萨扎西德嘞。长马抗争，俺主要长木厕所罗上人，这种人的国际罗斯啦，南巴山基地高速个电堂堂，小娃啷着用扎西门灯当，长马小爷丫头用扎西门灯修。扎西德了。愿新年胜旧年，愿我们胜过往。罗萨扎西德嘞。藏历新年，拉特在这里祝全国的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扎西德嘞！祝大家藏历新年快乐，扎西德嘞！罗萨桑，你其实可算错别在。